今日開箱係死侍同埋蜘蛛俠。呢個係 Marvel Legends 嘅死侍嚟嘅，幾同錢嘅。OK。呢個打開死侍就係咁樣啦，然之後第二格就有 AK47同埋一個死侍嘅劍。OK， 先睇咗佢點睇。幾瘦嘅都 OK， 然之後呢啲就開咗上面嗰層嘅嗰啲嘢啦，佢就有把小刀，應該就可以插落去。然之後兩把手槍啦。然之後有呢把衝鋒槍，佢有個窿可以插呢度咧，就可以咁樣開火。然之後就有死侍除咗佢嗰個面罩一半嗰個樣啦。睇第二層，第二層就有把外星槍 AK47，兩把嗰啲刀啊，然之後有啲手嗰啲咯，有個炸彈嗰啲嘢，然之後有個嗰啲卷餅。OK， 而家睇佢做嘅所有動作同埋可動性。首先換咗佢隻手，換咗揸住一個餅，揸住一個炮仗啦。首先第一個 pose 係佢揸住炮仗，然之後俾個 like。第二個就係佢踢開對門，然之後準備進攻嘅時候。OK， 呢個係影相嗰陣時。OK， 呢個就係準備戰鬥嘅動作。呢個就係第二個係準備戰鬥嘅動作。呢個就係準備登場嘅時候嗰個動作啦。呢個就係戰鬥嗰陣時嗰個動作。OK， 跟住就到呢隻醜八怪嘅嘢。佢淨係可以手可以咁啦，然之後隻手可以咁啦，佢係喐唔到嘅，但係喺呢度可以轉，佢呢度係有個窿可以俾你插喺度，然之後企喺度啊咁，所以呢隻嘢我都唔係幾介紹得到。呢隻 Deadpool 都 OK， 然之後呢啲就移去另一邊。